来關注香港書展方面的消息。隨着互聯網及移動通訊設備的日益普及，電子閱讀帶給人們更多的便利。香港書展電子書展覽專區就吸引了不少讀者。為順應電子閱讀潮流，今年的香港書展繼續設立電子書及電子學習資源展區，給讀者帶來電子書出版的最新資訊。有參展商表示，不論是作者、出版商或是讀者，對電子書的要求越來越高，因此開發商需要花更多時間進行研發，更多加入創意和互動元素。無論出版社或者係即係內容嘅供應商啊、作者啊，咁佢哋都越嚟越多要求，咁就希望可以做多啲互動嘅一啲電子書，譬如話特別係兒童嘅電子書，咁佢哋就除咗話將佢喺個印刷變成一個電子版之外呢，仲會加入好多互動嘅元素喺度，咁我哋做咗出嚟嗰個反應都好好。李靜華說，由於電子書市場龐大，開發商除了面對激烈的競爭，還要面臨盜版的問題。盜版嘅問題咧，其實一定會存在嘅。咁如果你話係淨係文字為主嘅電子書咧，就會比較係特別嘅，即係有問題，因為你可以將成個文字檔案咧就傳送到去互聯網上面。咁但係互動嘅咧就難啲啦，因為互動嘅話你一定要配合嗰個裝置去用嘅。咁但係咧我哋亦都相信咧如果你話做得好嘅話咧，其實一定有一班人會即係去支持呢樣嘢嘅。即係盜版呢樣嘢其實唔係今日先開始，其實我哋好多年前無論係一個唱片嘅時代啊，或者係我哋普通嘅印刷書，其實不嬲都有翻版嘅。只不過係我哋其實而家嗰個叫做 distribution channel， 我哋嗰個分發嗰個渠道其實係咪可以俾到最多嘅人去最方便咁買得到？